明明美債利息仲好吸引，點解今年黃金交易所買賣基金會出現歷史性嘅西水東調？美國資金瘋狂大出逃，但亞洲同歐洲人反而越跌越買，到底背後係邊個在默默操縱金價？你打開財經新聞見到嘅畫面係乜嘢？美國嘅黃金基金上半年錄得77億美元資金流出，係2013年以嚟最差嘅半年表現。北美投資者為咗追高息美元定期同科技股，正瘋狂拋售手頭上嘅黃金份額。但同一個數據，你揭開另一面見到嘅係完全相反嘅畫面。亞洲黃金基金錄得有史以嚟最強嘅上半年表現，淨流入120億美元。歐洲基金同樣錄得健康嘅資金流入。中國一間華安怡富黃金基金，單係上半年已經吸納咗27億美元資金。到咗7月份，全球黃金基金更加扭轉咗連續2個月嘅資金流出，單月淨流入接近30億美元。歐洲基金喺7月增持17.3噸，吸引約20億美元資金流入。亞洲黃金基金就係7月吸引約6.16億美元資金流入持倉，增加4.8噸。北美係唯一錄得淨流出嘅地區，即使7月份北美市場出現輕微回流，增持亦都只有0.3噸，對應資金流入僅約7100萬美元。呢個規模只能算係初步回暖，完全唔足以收窄北美市場今年以嚟嘅資金流出缺口。美資瘋狂大出逃，但亞洲同歐洲人反而越跌越買。呢場歷史性嘅黃金資金大挪移背後究竟隱藏住一個點樣嘅真相？邊個喺深夜默默接盤？講到呢度，如果你都想同我一齊用最透徹嘅視角睇清全球大洗牌，下香港人嘅財富底牌，唔想做最後一個知真相嘅人，記得即刻訂閱我哋頻道講經透視，順手撳埋個鐘仔，一齊揾出保護你資產嘅方法。要拆解呢場西水東調，你首先要明白一個最基本嘅問題：點解美國人瘋狂逃跑，亞歐卻喺度買包？美國人唔愛黃金嘅原因其實好簡單，美聯儲維持3.5厘以上嘅高利息，散戶同機構將資金鎖死喺無風險嘅美元定存與美股中。2026年6月，北美黃金基金單月流出55億美元，佔全球流出規模超過60%。上半年合計流出77億美元，係2013年以嚟最弱水平。世界黃金協會分析，新聯儲局主席沃什被市場解讀為鷹派，加上美伊衝突推高通脹預期，投資者預期利率會進一步上升。呢種預期推高咗實質收益率同美元增加了持有黃金嘅機會成本。但亞洲同歐洲人嘅想法完全唔同。斯羅德投資嘅貴金屬市場分析師指出，6月金價回落近12%之後，全球黃金市場重新回到東方買入、西方賣出嘅格局。亞洲投資者繼續買入黃金，西方投資者則喺度減持頭寸。呢個唔係短期現象，而係一個長期結構性嘅轉變。亞洲投資者點解越跌越買？有3個深層原因。第一，對信用貨幣體系貶值與財政赤字嘅深層擔憂。美國國債已經突破39萬億美元，美元嘅信用正喺度不斷磨損。亞洲嘅機構投資者同高淨值人群已經唔再相信將所有資產鎖死喺美元係安全嘅。第二，地緣政治防線。自從西方凍結俄羅斯資產之後，歐洲和亞洲嘅非美主權國家同高政治人群意識到，只有放在自己地盤嘅實物黃金才是唯一嘅終極避風港。世界黃金協會嘅調查顯示，45%嘅央行預計未來1年內將
增加其自身黃金儲備。84%嘅受訪央行認為，未來5年黃金在全球總儲備中嘅佔比將會上升。第三，世界黃金協會數據顯示，去美元化大遷徙已經由官方央行波及到民間中產。2016年上半年，全球黃金 ETF 累計獲得約110億美元資金流入，亞洲上市基金係年內全球淨流入嘅最大貢獻者。中國單一國家已經驅動咗92億美元嘅亞洲總流入，印度流入35億美元，英國流入20億美元，瑞士流入19億美元。中國內地嘅黃金基金連續17個交易日錄得資金淨流入，累計淨流入金額高達111億元人民幣。其中華安黃金 ETF 累計申贖淨流入72.77億元。當北美資金上半年流出77億美元嘅時候，亞洲資金卻流入120億美元。呢個就係西水東調最真實嘅寫照。仲有歐洲市場同樣出現咗強勁嘅資金回流，歐洲上市黃金 ETF 喺7月增持17.3噸，吸引約20億美元資金流入，其中英國市場流入約8.75億美元，瑞士市場流入約6.57億美元。今年以來，英國和瑞士黃金 ETF 吸引嘅資金均已超過20億美元，兩地合計接近50億美元。世界黃金協會指出，歐洲投資者似乎在6月黃金遭遇拋售後，重新建立倉位，並將較低價格視為再次配置黃金的機會。呢個走勢與今年早些時候嘅情況相似。當時美國資金在3月大規模撤出黃金 ETF 後，歐洲市場率先推動資金回流，顯示當地投資者更願意在金價明顯走弱後增加敞口。呢個就係第一個殘酷現實。美資撤退嘅背後係亞歐資金嘅結構性換手，北美投資者為咗追逐短期高息而拋售黃金，但亞洲同歐洲嘅投資者正為咗對沖長期嘅貨幣風險而大舉吸納。正如世界黃金協會指出，近期 ETF 需求回升，反映部分投資者正在利用金價回落重新增加黃金配置，並分散投資組合風險。在經歷6月大規模贖回以及連續數月下跌後，接近4000美元嘅價格為投資者提供了重新入場機會。好，講完散戶同機構嘅行為，我哋要面對一個更加關鍵嘅問題：邊個喺幕後操縱金價？傳統上，黃金嘅定價權掌握喺倫敦同紐約手中。倫敦金市場同紐約期金市場利用高頻算法與衍生工具喺短期內操縱金價走勢。西方金融大行透過紙黃金合約控制住黃金嘅價格發現機制，但呢個格局正在被顛覆。施羅德投資指出，東西方資金再度分化，呢個分化嘅背後係一場西方紙黃金與東方實物黃金嘅歷史性博弈。彭博報道，瑞士嘅黃金正源源不絕地流向香港與印度，進口量遠超歐美國家。亞洲強勁嘅實體需求將成為決定下一輪金價大牛市嘅關鍵。美國上市嘅黃金 ETF 持倉持續下降，而亞洲 ETF 資產正以毫無放緩跡象嘅速度攀升。彭博宏觀策略師西蒙懷特指出，美國黃金 ETF 持倉持續下降，而亞洲 ETF 資產正以毫無放緩跡象嘅速度攀升。有分析指出，黃金價值重心正穩步向亞洲轉移。西方金融大行嘅紙黃金操縱遊戲喺實物黃金持續東流嘅大趨勢下，最終只會玩不下去。東方嘅實物黃金需求正喺度從物理上抽乾倫敦與紐約嘅實物黃金庫存。渣打銀行分析師指出，至少270噸持有於 ETF 中的黃金處於虧損狀態。美國上市的黃金 ETF
在5月流出16噸 ，6月第一週流出7噸。呢啲被拋售嘅黃金，好大一部分正流向亞洲市場。呢個就係第二個殘酷現實。西方用紙黃金定價，東方用實物黃金接盤。當東方嘅金庫越堆越滿，西方嘅紙黃金合約就越嚟越脆弱。呢場博弈嘅最終贏家，可能係手握實物嘅一方。全球黃金 ETF 在7月重新錄的淨流入顯示，經歷數月價格調整後，部分投資者正在重新評估黃金的配置價值。北美市場雖然出現小幅流入，但整體態度仍偏謹慎。除咗民間資金嘅換手，仲有一股更加強大嘅力量喺度默默支撐金價。全球央行、世界黃金協會2026年二季度全球黃金需求趨勢報告顯示，二季度全球黃金總需求達到1269噸，同比基本持平，得益於場外投資和央行購金嘅穩健表現。上半年全球黃金總需求量達2522噸，同比增長2%，需求總值創下3800億美元嘅新高。二季度全球央行淨購金289噸，同比大增62%。呢個數字係2024年初以嚟最高水平。第二季，中央銀行再次成為全球最大的黃金需求來源之一。官方部門購金規模甚至超越全球保消費需求。多個國家央行的購金量有所回升，顯示了黃金在官方儲備中的重要作用。45%嘅受訪央行預計未來1年內將增加黃金儲備。世界黃金協會資深市場分析師 Louis Street 指出，儘管黃金 ETF 資金流隨金價同步回落，各國央行持續購金與場外投資增長，共同推動上半年需求小漲。下半年央行仍將是重要買家。中國人民銀行更加係連續第21個月增持黃金。2026年6月，中國黃金儲備為7544萬盎司，到7月末進一步增至7608萬盎司。2026年上半年，中國增持黃金40.1億噸，中國黃金儲備已升至2346.45噸，位居全球第5。世界黃金協會報告指出，金價經歷了10多年來最疲軟嘅季度表現。中國央行非但冇放緩，反而加快了購金節奏。中國央行購金行動係全球央行持續增持黃金嘅一個縮影。最令人震撼嘅係韓國央行嘅行動。2026年8月，韓國央行宣布時隔13年重啟實物黃金購買計劃。呢間央行曾經因為2011至2013年喺金價高位購入90噸黃金，均價1629美元，之後金價暴跌38%，導致韓國央行蒙受萬億韓元計嘅估值損失，喺國會遭到排山倒海嘅彈劾與痛罵。13年嚟，佢哋1盎司黃金都不敢買。但係2026年8月，佢哋打破咗沉默。韓國央行與韓國交易所、韓國證券存管院及韓國黃金生產商 LSMM 建立合作框架，購買韓國本土生產嘅黃金。韓國央行透露，已於今年2季度購入少量證券形式嘅黃金 ETF。韓國央行明確否認啦，有關其在金價回調之際恢復黃金購買，可能預示着未來金價上漲嘅解讀。韓國央行儲備管理組組長鄭希協表示，家人，我們並非根據特定價格來決定購買時機。當有公司提出購買請求時，我們會根據國內外金價和市場狀況來決定是否進行交易。點解一個曾經被金價教訓到體無完膚嘅央行，會寧願頂住當年嘅政治包袱，都要喺4000美元嘅高位重新進場？
因為佢哋發現自己嘅外匯儲備結構已經去到一個危險嘅地步。截至2026年6月底，韓國央行嘅外匯儲備為4273.6億美元，但其中黃金只佔47.9億美元，比例僅為 1.1%。呢個比例喺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屬於極低水平。韓國央行今次買金唔係因為金價平，而係因為佢哋驚美金。當一個國家嘅外匯儲備 98.9% 係美元資產，而美元嘅信用正喺度不斷磨損，呢個國家嘅安全就係懸喺一線。韓國央行此舉被視為試圖改變過度依賴美元嘅外匯資產結構。韓國央行嘅溝金模式非常謹慎，佢哋唔會動用美元外匯儲備嚟買金，而係用韓元直接向國內生產商收購原本計劃出口嘅黃金。呢批黃金會儲存在韓國本土，而唔係傳統上存放嘅英倫銀行。呢兩個安排同時降低咗對美元嘅依賴同對西方託管體系嘅風險。此次購金規模預計唔會太大，韓國國內黃金年產量約在40至45噸當中，只有約4至5噸會出口到海外。但呢個行動嘅象徵意義遠遠大過實際規模，連曾經被金價教訓過嘅央行都頂唔住地緣政治嘅壓力，重新回到黃金市場。呢個就係第三個殘酷現實，連曾經被金價教訓過嘅央行都頂唔住地緣政治嘅壓力，重新回到黃金市場。韓國央行嘅行動唔單止係一個國家嘅行為，而係一個信號。全球央行對美金信用嘅集體不信任已經到達一個臨界點。喺呢度，我想問下大家，睇到美資大撤退，但亞歐買爆嘅數據，你哋覺得黃金定價權未來會唔會徹底轉移到亞洲？你哋手頭上又持有幾多成黃金資產嚟防範美金信用危機？歡迎喺留言區一齊探討下。好，講完央行嘅行動，我哋要面對一個更加實時嘅問題。德意志銀行點解敢喺金價4000蚊關口依然堅守年底4600美元嘅目標？德意志銀行貴金屬策略師 Michael Hessiu 指出，黃金自2024年8月起進入咗一波爆發式價格行為階段，而且呢股強勢多頭尚未見到盡頭。佢重申德意志銀行對2026年第四季金價可望升抵每盎司4600美元嘅預測，並估計到年底黃金嘅公允價值可能達到4700美元。即使近期波動性加大， HSE 表示黃金在2026年已經觸底，並引用質量經濟模型指出其合理價值為4700美元。德銀嘅判斷主要建基於3個分析架構。第一個系統計分析，透過 BSADF 統計檢定分析歷史價格。循環後，德銀認為本輪金價漲勢與修正幅度都比過往相對溫和，目前修正低點可能已落在每盎司3900美元附近，而非模型推估嘅3700美元。根據呢個壓力測試，金價喺極端情況下嘅峰值可能上探至6400美元。第二個係公允價值模型，報告指出，即使扣除官方部門超額購金以及實質利率等因素後，模型仍顯示金價公允價值有望於年底前逼近每盎司4700美元。綜合考慮標普500指數嘅表現、10年期美債收益率以及匯率變動等核心變量，最終得出嘅數值與德銀4600美元嘅目標價高度吻合。第三個係官方購金需求。2026年第一季各國央行黃金需求達450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雖然德銀模型已對超額官方需求進行調整，但持續增加嘅央行購金規模
仍對金價形成長期支撐，也有助於解釋此次價格修正幅度明顯低於歷史平均水平。針對國際清算銀行將金市定性為泡沫嘅警告，雖然並未完全否認市場存在風險，而是強調黃金長期仍具備抗通脹能力。從1957年到2023年嘅長期數據來看，黃金嘅年均實際回報率達到 2.5%， 成功跑贏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如果將2024年以嚟嘅超級行情納入計算，黃金嘅長線回報率將更具吸引力。德銀認為有充足嘅理由相信2026年嘅金價低點已經出現。當國家級資金都在不惜代價拋美債換黃金嘅時候，金價嘅底部已經被央行嘅剛性需求捉得無比堅固。呢個就係第四個殘酷現實。當散戶覺得金價悶，紛紛離場嘅時候，國家級資金正在4000蚊關口瘋狂建倉浪。你覺得悶嘅盤整可能正係大行情爆發前嘅蓄力期。好，講完機構大戶嘅佈局，我哋要面對一個更加實時嘅問題：美國非農就業數據點樣引爆金價突破？美國勞工統計局公布嘅數據顯示，美國7月新增非農就業人數只有 2.3 萬人，遠低於市場預期嘅8萬人。6月嘅數據更加被下修至2萬人。5月和6月新增就業人數合計被下修 10.3 萬人，失業率為 4.1%。呢個數據可以話係徹底粉碎咗市場對聯儲局9月加息嘅預期。芝商所聯儲局觀察工具嘅最新數據顯示，聯儲局9月加息嘅概率約為 55%。數據公布後，黃金直線拉升，現貨黃金價格漲超 3%， 現貨金價最新報4370點，19美元盎司，現貨白銀漲超 5%， 美元指數直線大跌，報 99.41。紐約8月期金收市報每盎司 4340.7 美元，升 2.33%， 本周累升 7.2%， 錄跌至今年1月23日當周以來最大的單周淨增幅和百分比增幅。現貨金上升 2.6%， 報每盎司 4348.78 美元。金價由數據公布前嘅4100美元附近一舉突破4300美元關口。有分析師預測金價有望進一步劍指4400美元。金價已經突破咗自年初5200美元高位以嚟一直壓制反彈嘅下降趨勢線。美國7月非農就業職位減少 2.3 萬個，市場預期增加8萬個，令市場憧憬美聯儲局短期升息壓力驟減，利好金市。由於勞動參與率繼續下降，就業市場嘅疲軟信號更加明顯。仲有一個更加深層嘅結構性因素，去美元化與貨幣清算通道嘅變革，以多邊央行數碼貨幣橋為代表嘅新型支付基礎設施正在構建一個平衡體系。當 Unbridge 和黃金回收自可持嚟時，可以進行非美元交易，並將盈餘儲存在非美元資產中。呢個就係去美元化嘅真正含義。呢個物理上嘅去美元化清算通道，正在為金價提供一個無比堅固嘅長遠底座支撐。當今各國央行購金傾向有所分化，新興市場央行為爭取主力，加速替代部分美元資產，以實現儲備多元化。俄羅斯、土耳其、德國、法國等部分國家，央行因流動性或結構調整需求減持或觀望，但整體減持規模遠小於新興市場增持規模。全球視角來看，仍保持淨買入。背後嘅驅動邏輯有幾點：一是去美元化與地緣避險，源於美國金融制裁武器化及美元信用不確定性上升；二是儲備資產
多元化與保值，依託黃金作為超主權硬資產嘅無信用風險與抗通脹功能。三是長期戰略配置，側重極端風險下嘅避險屬性，而非短期價格波動。即便高位，亦堅持逆勢佈局。世界黃金協會指出，金條與金幣投資表現出相對韌性。二季度需求為307噸，與去年同期嘅高基數持平。上半年該板塊總需求達784噸，同比增長21%。在亞洲市場帶動下，二季度全球場外投資達327噸，維持穩健態勢。國內15黃金投資需求強勁，上半年我國市場金條和金幣投資達到314噸，創下歷史最強嘅半年度數據。呢啲數字都話你知，實物黃金嘅需求正在持續升溫。展望未來，投資需求仍將是下半年推動黃金需求增長嘅核心動力，而結構上則將更依賴亞洲嘅實物投資與場外交易。隨着金價重新突破4200美元，市場接下來將關注 ETF 基金能否持續回流。若歐洲買盤保持強勁，同時亞洲避險需求延續，黃金上漲行情或將獲得更加穩固嘅資金支持。講到呢度，可能你會問，面對呢個4000蚊震盪期，我哋呢啲普通打工仔應該追、應該等，定係分批佈局？以下幾點你可以認真諗下。第一，唔好用炒短線、玩期權嘅心態去對待黃金。黃金嘅屬性係避險資產，唔係投機工具。當國家及資金都在不惜代價拋美債換黃金嘅時候，你仲用短線思維去睇黃金，你嘅勝算有幾大世界？黃金協會嘅調查顯示，45%嘅受訪央行預計未來1年內將增加黃金儲備。呢個唔係短期趨勢，而係長期結構性嘅轉變。第二，效法大戶嘅防禦性分批配置法。韓國央行唔係睇住某一個價格去決定買入時機，而係建立咗一個長期嘅採購框架。你都可以學佢哋喺4000美元附近，利用每月預支進行實物黃金或低收費黃金基金嘅分批佈局。你唔需要一次過買入大量黃金，只需要每個月固定買入少量，就已經做到平均成本法嘅效果。第三，隨時保留流動性現金，做好多幣種與硬資產嘅分流配置，建立屬於自己家庭嘅地緣政治防火牆，用硬資產嘅確定性粉碎信用貨幣貶值嘅陰謀。喺風雨飄搖嘅2026，手握隨時可以調動嘅現金，先至係你最致命嘅防身武器。第四，留意韓國央行購金嘅示範效應。韓國央行時隔13年重啟購金，唔單止係一個國家嘅行為，而係一個信號。連曾經被金價教訓過嘅央行都頂唔住地緣政治嘅壓力，重新回到黃金市場。呢個信號會影響其他同樣持有低黃金比例嘅央行。如果其他排名相若嘅央行都跟隨韓國嘅步伐，黃金嘅需求將會進一步增加。西水東調嘅黃金大挪移唔係一個短期現象，而係一個結構性嘅轉變。北美資金上半年流出77億美元，但亞洲資金流入120億美元。韓國央行時隔13年重啟購金。世界黃金協會調查顯示，45%嘅央行預期將增加黃金儲備。德意志銀行堅守年底4600美元目標。呢啲全部都係真實發生緊嘅事。世界黃金協會資深市場分析師 Louis Street 指出，儘管黃金 ETF 資金流隨金價同步回落，各國央行持續購金與場外投資增長，共同推動上半年需求小漲。各國央行購金嘅背後驅動邏輯有幾點：一，失去美元化與地緣避險，人與美國金融制裁
武器化，即美元信用不確定性上升；二是儲備資產多元化與保值，依託黃金作為超主權硬資產嘅無信用風險抗與通脹功能；三是長期戰略配置，側重極端風險下嘅避險屬性，而非短期價格波動，即便高危亦堅持逆勢佈局。中國人民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吳曉球最近喺2026中國國際黃金大會上表示，國際金價回落至4000美元，屬回歸正常水平。呢句說話出自一位重量級學者之口，值得你認真咀嚼。美國7月非農就業數據徹底粉碎加息預期，金價一舉突破4300美元。德意志銀行重申年底4600美元目標。韓國央行時隔13年重啟購金。中國黃金基金連續17日淨流入逾100億元。當美資瘋狂大出逃嘅時候，亞洲同歐洲嘅資金正在默默接盤。呢場西水東調嘅黃金大挪移正喺度重塑全球黃金市場嘅格局。你今日嘅每一個決定都會影響你未來幾年嘅財富狀況。你係選擇繼續視而不見，將自己嘅財富暴露喺單日信用貨幣嘅風險之中，定係願意踏出一步學習，將資產分散到更能夠抵禦風險嘅工具？呢個選擇你自己決定。聽完我呢番分析，相信大家對美資大撤退、亞歐買爆背後嘅黃金大挪移，以及年底金價上限4600美元嘅大洗牌，有咗最清醒、最實事求是嘅認識。就係咁樣一個人，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啲數幫到你睇清前路，保護到你同家人嘅辛苦錢，請幫手俾個讚同埋分享俾身邊關心財富安全嘅朋友。仲未訂閱嘅朋友，記得撳埋訂閱。我哋一齊用最透徹嘅視角睇清全球經濟同你個人財富嘅底層邏輯。我哋下次再傾。